啦，都係請到柏雄哥啦嚇，咁啊就係我哋嘅前輩，亦都係我哋老師啊，即係教我哋好多嘢嘅。咁啊，分享下佢嘅經歷，可以俾掌聲，柏雄哥先咯。好多年喺中聖啦。係啊，柏雄哥呢個稱呼係我逼佢嘅嚇，咁我哋用其他嗰啲好見外嘅稱呼嚇。咁咧，我估大家好想聽我就係我喺中聖嗰4年校長嘅侍奉啦。其實我同中聖嘅關係遠遠超過嗰4年嘅。其實係我估大概1962、63年咧，我就參加呢度教會啲主學㗎啦。咁嗰陣時僆仔嚟啫嚇，可能係即係高小啊咁樣。咁另一個咧同學校有關係嘅咧，即係中聖書院之前就係中聖學校啦。咁咧，我曾經喺中聖學校咧教過書嘅嚇。當時我喺大學讀書喺港大啦。咁咧 second year 就係啲 honeymoon year。我啲學生後來都好多係我啲同事嚟嘅，好似李慶宏啊、馮瑞興啊、蔡志森啊等等。咁諗起都係好多年前嘅事啦。我估應該係172年嘅時候。咁咧就開心嘅嚇，喺1980到84呢4年。如果你問我咧點樣去將佢結合埋咧？我可以咁樣講係上帝俾我嘅一個嘅好特別嘅機會咧，你話係一個試煉又得，你話係一個俾我機會去實踐又得。中聖好多嘅諗法、做嘢嘅方式、點樣睇教育、點樣同我同工嘅相處，其實好多部分係喺中神我喺研究中心嗰度鍛鍊翻嚟嘅，即係嗰啲嘅影響力係好深遠，一直嚟帶動當時嘅中聖。我嚟中聖嘅原因咧係1976年中聖學校由小學轉做中學，成個香港嗰個大嘅環境咧，因為私立小學嗰個經營係非常之困難嚇。中聖小學曾經一段時間咧收生好墟冚嘅，咁有上晝班、下晝班，有1000幾人咁多㗎嚇。咁禮堂後邊嗰橛咧就間開嚟做2個課室，用嚟做乜嘢咧？開幼稚園。但因為幼稚園咧有特別嘅設備嘅要求嘅，我哋申請唔到，所以我哋叫佢做1年級預備班。喺咁嘅背景之下，因為小學嘅經營困難，就轉咗去中學。但係1970年代嘅中期咧，係香港政府大力推動中學學位，增加中學位，同一個時間增加中學位，所以咧由小學轉中學係一個合理嘅轉變，但係都係一個好困難嘅轉變。你唔等於收讀學生。當時好多人根本喺70年代，如果即係在座你啲爹哋媽咪可能讀完小學就出嚟做嘢嘅，根本唔需要讀中學嘅，仲要讀5年啊！當時5年啊，2年喺嗰個研究中心度好 enjoy 好享受嗰啲屬靈嘅建立。工作上你忙咧，好忙啊！但係我可以講俾你聽，我哋做乜嘅咧？開始嘅時候，趙牧師帶領我哋做一個 yearly plan 嘅時候咧。我哋一齊去退休1個禮拜，就去長洲思維靜院啊，即係嗰啲天主教嘅靜修定中心，成個禮拜喎，學習默觀啦嚇。咁後來嚟到中聖咧，好多嘢喺嗰度學翻嚟，好特別㗎嚇。咁咪嗰段時間係咁樣過。仲有喺研究中心帶過嚟中聖，其中一樣嘢就係，當你咩都冇嘅時候咧，係靠咩嘅咧？靠禱告，可以無中生有。喺個咁嘅中心裏面做嘢，呢樣對我喺嚟到中聖咧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啟示嚟嘅，得唔得嘅咧咁樣嚇？咁講咧，有時得，有時唔得啦。喺咁嘅背景之下咧，我就嚟到中聖。我當吳校監問我嘅時候，我返去同我太太商量啦。咁佢話你有冇信心啊？咁我都唔知點做喎，所以我都唔講唔上咩信心。但係照計，如果上帝安排嘅話，一定搞得掂嘅咁。喺咁嘅背景之下，我哋禱告咗好短時間，應承咗。當然嚟到中聖完全係陌生。我之前其實我教咗幾年書啫，喺大角咀嘅明基書院。我讀書嘅時候，我從來同我嘅老師冇咁密切嘅關係。到我做嘢嘅時候，見到嗰個我校長咁關心我嘅學生嘅時候咧，成為我一個好重要嘅榜樣。咁所以嚟到我將好多嘢。以前我喺明基學翻嚟嘅，特別我喺研究中心學翻嚟嘅嚇，帶入嚟中聖。所以我喺度諗咧，係上帝俾我機會去實驗，亦都好重要嘅考驗嚇。喺嚟到我唔知道點樣做嘅時候咧，我諗我第一樣嘢就係，我一定要揾一班志同道合嘅同伴，從所有嘅嘢，甚至比招生更加重要就係，我要有拍檔嚇，有我嘅夥伴嚇。咁我諗起我喺英皇嘅時候咧，我有一個基督徒團契嘅兄弟叫袁國希，佢又啲叻正啦咁樣嚇，啱晒啊！
但係冇咗聯絡嘅方式喎。我樓下撞下佢，人來茫茫，你估都估唔到，我撞到佢。咁我同阿袁國希講：你唔好去加密啦，加密請人好容易，我呢度請人好難，請唔到係啊，你嚟幫我啦咁樣。竟然嗰日第日佢應承咗我嚇。我覺得好多嘢係 miracle 嚟嘅，即係上帝嘅安排。喺我做唔到嘅嘢咧，佢幫我補足。即係嗰個 starting point 嘅起點係咁樣，所以到以後咧，你真係要憑信心。但我就同上帝講，我仲差一樣嘢喎，我差個宗教主任。咁我禱告嚇，咁咧當時阿陳耀鵬牧師咧，佢介紹我喺神學院一個同學嚇，羅慧玲師母嚇，李羅慧玲師母。咁佢真係應承咗嚟喎嚇，佢幫我一個好大嘅忙，同埋佢幫我照顧好多個女同事。咁我嚟到之後兩樣嘢，第一樣嘢就係建立個團隊，我請嘅都要全部係基督徒老師。點解啲人要嚟咧？我而家諗翻 interview 上，我咁同佢講，我可以俾到你嘅咧就係一個你可以發揮嘅環境。我哋基督徒大家彼此 support 嘅環境。我話咧，你呢度有兩份人工，一份人工係學校俾你，另一份人工係上帝俾你嘅。上帝俾佢人工更加優厚啦。我見到好多同工喺呢度成長。